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我们看到有主日学的小朋友，还有老师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是1年1度儿童主日，就是教育事工主日，所以今天整堂礼拜的服事是由我们主日学的学生还有老师们一起来服侍大家。我们一起在这里一起敬拜神，一起做礼拜。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今天是儿童教育主日，让我们这群主日学的孩子们有机会来到圣殿，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一起来敬拜神。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服侍的机会。主，我们为了今天的礼拜，我们有很多的练习。也许我们练习的不够，但是神，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当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求圣灵这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你，单单的仰望你。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就放下一切的忧虑忧愁，我们将我们的全心全人交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礼拜，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礼拜当中都能够有你同在，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也透过今天的礼拜，我们更多的与神来亲密，更多的透过牧师的讲道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祝福我们，祝福这群孩子们，我们整场礼拜要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今天的敬拜是荣耀的敬拜，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肢体都化作赞美的祭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赞美，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歌颂美。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大声来宣告，哈利路亚！一起来，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欢呼，不停赞美，不停赞美。
像水一，无人与你相比。主你真伟大。为了这个世代的儿童来祷告，为了我们主日学的学生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建立富强教会，谢谢你带领这么多小朋友愿意来教会亲近你。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孩子，他们生活的世界不再单纯，面对许多的引诱，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去分辨是非对错。求圣灵时时住在这群孩子们的心中，使他们仍然维持单纯的心，使他们喜爱来亲近耶稣，使他们喜爱来主日学。当他们面对学校课业、人际关系的压力，甚至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主耶稣求你成为他们的坚固堡垒，成为他们喜乐的源头，帮助他们学习祷告、交托跟依靠神，让他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他们生命的主，你是掌管万物天地的主。求你让他们在你的爱中跟保护中长大，使他们坚定信靠你，一生跟随你。主，谢谢你，你是我们唯一的主上帝。我们一起来唱，主你真伟大。你真伟
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教我如何挣扎，让我们不分彼此，众教会同心呼求，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高举起带到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我口中勇敢站立，你旨意成就这地，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国家主，我们紧紧跟随你。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国家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你爱降临，高举起，带到双手，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面前，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向你呼求。主啊，求你在今天早上，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发出来的赞美、发出的祷告、发出对你一切的称颂。主啊，我们愿将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今早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不分时代，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来称颂你的名，一起来见证你的恩典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在今早我们看见许多的儿童，他们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一起参与礼拜，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你，一起亲近你。主啊，求你赐福在这群孩童的世代当中，让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主啊，也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一场的礼拜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全心全人，也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你的美好，也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神你在今早带领我们，从礼拜的开始到礼拜的结束，也愿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享受敬拜、亲近你的美好时刻。愿神带领我们，也将一切我们所献上的，我们在这里的时间晚上，求主你悦纳，感谢你。这时候，我们也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今天的2堂礼拜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他们一起带领我们来参与整场的礼拜。所以刚第一堂台语等的时阵，这囡仔用台语来带领礼拜。那第2堂华语礼拜，一样也有继续由这群孩子用我们熟悉语言华语来带领我们一起礼拜。所以愿神赐福在这群孩子当中，也让我们透过不同的礼拜方式，透过不同的带领，让我们也用这种孩童活泼热情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接着我们再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来继续我们的礼拜。圣经，请主日学学生带领会众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希律曾下令逮捕约翰，把他绑起来，关在监狱里。希律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希罗底，因为希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约翰屡次指责他：“你占了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因此，希罗底对约翰怀恨在心，想要杀他，可是不能如愿。希律怕约翰知道他是一个正直圣洁的人，就保护他。希律每次听了约翰的谈论，都非常不安。不过他仍然喜欢听他谈论。希罗底所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希律生日那一天，举行宴会招待政府显要、文武官员和加利利民间领袖。席间，希罗底的女儿出来跳舞，令希律和宾客十分开心。于是王对他说：“无论你向我求什么，我都愿意给你。”接着他又发誓：“无论你求什么，就是我江山的一半，我也给你。”那女孩子出去问她的母亲：“我应该求什么呢？”她的母亲回答：“施洗者约翰的头。”女孩子立刻回来见王，请求说：“求王立刻把施洗者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听见这个请求，非常苦恼。可是他已经在宾客面前发誓，不愿意拒绝女孩子的请求。他立刻令侍卫出去拿约翰的头来，侍卫出去到监狱里斩下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带回给希罗底的女儿，女儿拿去交给母亲。约翰的门。赞美，请主日学献诗。献诗后，请真牧师讲道。牧师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典范。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再一次用个热烈掌声给我们的主日学的孩子，还有这群老师们。有小孩的加入，就觉得整个那个气氛就更加的活泼啊，更加的热情。那感谢神，让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在我们的当中，那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世代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这群孩子，我们平常在主日的时候，他们同样也在儿童主日学，所以我们也除非你的孩子刚好在主日学，不然我们平常跟这些孩子跟老师也比较少会接触到。但感谢神，我们每年有一次这样子的儿童主日，就是让这些孩子们，他们可以来到大堂当中，跟我们成人一起参与聚会，而且更重要是让他们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礼拜的体验，也用不一样的方式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感谢你带领这群孩子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你的美好。主啊，愿你赐福他们，如同他们刚刚诗歌所唱的，让他们每一位孩子在年幼就开始学习成为光明之子。主啊，求你带领他们，光照他们前面的道路，在他们一生当中成为他们的依靠跟帮助。主啊，也求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也求你来光照我们，透过你圣经的话语，再一次来启示我们其中的奥秘，也透过你圣经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更新改变的力量。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是就每年一次，刚刚有讲，每年一次我们有儿童的主日，儿童主日学的主日。那除了是儿童主日之外呢，其实它也是教育主日。那我想在讲到教育主日，我想教育不仅是信仰的教育，我们在家庭的教育或在学校的教育，对一个孩子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当然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谈论的是如何在信仰当中来帮助这些孩子，如何在信仰当中来教养这些孩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读了一个圣经的故事。你可能会想说，今天是儿童主日，刚刚小朋友唱歌这么的可爱，这么的活泼热情，怎么今天看了一个杀头的故事啊？跟今天的儿童好像不大一样哈。这个今天看的是一个有点可怕的故事。但今天这个看起来很可怕的故事，却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我们看见我们孩子带我们读，我们看到有希律王，看到这个女孩的妈妈希罗底，还有这个女孩，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导致于最后这个施洗约翰他被杀害了。当然，我们一般在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去分享说，施洗约翰他殉道了，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刻他要成就某些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透过这个圣经记录的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带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在教育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发生了这么可怕，而且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这个主题来分享这个圣经的话语。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生命的典范。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这个希律呢，他曾经下令要逮捕施洗约翰。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希罗底，因为这个妇人。那希律为了要讨好这个希罗底，为了要让这个妇人可以喜欢上他，可以跟他在一起，以至于就做了这件事情。但其实我们在读圣经，你会发觉，其实希律不讨厌约翰，甚至他很喜欢听约翰的讲道，他甚至很喜欢听约翰讲一些真理的话语。但是碍于他喜欢这个女生，所以呢，他不得不就把约翰关起来了。而且经文这么记载啊，他说希律娶了他的兄弟非利的妻子希罗底，所以代表这个妇人不是希律原本的太太，这个妇人是他的弟弟非利的太太。
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规定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的兄弟过世了，但他的太太还在，你身为他的兄弟，你可以把他的妻子娶过来，成为你的妻子。OK， 当时的律法是这么规定。但是希律王他把这个希罗底娶过来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但是非利是还活着的，所以你看到他用一个不好的手段，用一个错误的手段把他的兄弟的妻子抢过来。所以第一个，你先看到希律跟希罗底他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他们虽然好像看起来组成了一个家庭，但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所组成的。而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希律宴请很多客人嘛，然后文武百官都来了，然后一堆达官显要都来了。那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希律就说：“我们来一些娱性节目好了。” OK， 那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就出来了，出来跳舞。那希律王跟这些客人呢就很开心，哇，好开心哦，吃饱喝足，然后还有美丽的舞蹈，哇，很好看。那于是希律就跟这个女孩说：“我给你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就算你要我王国的一半分给你都没有问题。”其实希律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他拥有的土地也是分封给他的，是上面皇帝给他管理的，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权利说我把我一半的给你。但是他那时候很开心，冲昏了头就跟这个女孩说：“我一半的王国给你也没有问题哦。”但这个女孩她的反应是什么？她没有说：“对不起国王，我希律王我承受不起这样贵重的礼物。”或者是如果我们看古装剧、宫廷剧。那通常，比如说公主或者是一个这个要领受礼物，他们不会说太棒了。他们通常可能说什么皇上这个万寿无疆啊，或者是寿比南山啊，就是称赞国王的话，或者是祝福国王的话。但是你看这个女孩，她第一个她也没有跟国王道谢说谢谢国王，你要给我一个礼物。反正她马上头也不回就跑去找她妈妈说：“妈妈，国王给我礼物我要什么？”你先看到这个女孩，她也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她也没办法自己做决定，甚至她分不清她自己想要什么，以至于最后你看她就跟妈妈讨论之后，妈妈就说：“我要那个施洗约翰的头。”那于是呢，这个女孩子立刻跑来找希律王说：“把施洗者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言下之意就是把那个约翰把他杀掉。那这个经文呢，它只写说希罗底的女儿，但是在研究历史的这个犹太学家，他们有记录下这个女生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她的名字叫做撒罗米，她的名字的意思叫做平安。这个撒罗米的意思原本的名字叫做平安，所以代表她的妈妈爸爸原本在帮她取名字的时候，希望这个女孩她是一个活出一个平安的人生，希望她跟别人相处是可以和平友善的相处的。但是你看这个女孩的生命却完全的相反。王说给她礼物，但连一句感谢都没有。当说要什么礼物的时候，说我要这个人死。你从他的生命看不出任何的平安。我们知道，当一个孩子出生，我们在帮他取名字，有时候我们都会帮他赋予一些特别的含义或特别意义，希望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可以像他的名字一样，活出这样子美好的生命的品格。我想当初这个萨罗米这个女孩被取名也是这样，希望她是个很平安的人，很和平的人，和平的使者，但却完全的相反。而且这个女孩她大概可能最多可能就14岁、12、13岁，大概就是这个年纪而已。你想一个12、13、14岁的女孩，她居然对于要结束掉一个人的生命，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她跑去找王，就说：“就让这个人死吧。”我不知道在这一拜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社会新闻，台中发生一个17岁的年轻人，然后他去找他前女友复合，但复合不成就拿刀把他砍死，砍了30几刀。然后他被抓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我后悔了，我下次不会再杀人。”什么叫做下次不会再杀人？你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很多的孩子，在这个越来越纷乱的时代当中，越来越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他想要的，甚至什么是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被期待的。
那个新闻当中，你知道每次社会新闻都会这样了，就会去采访他的家庭，他的家人就出来说：“我的儿子很孝顺啊，我的儿子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在爸妈的眼中、家庭眼中，觉得他是个孝顺的人，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是爸妈他在他父母眼中的孝顺，跟我们所理解的不大一样，或是他所接收到的孝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之后我们后面的分享会稍稍讲到这件事情。但是回头来看，萨罗米也是，他的名字被赋予叫平安，但是当他要面对一个人的生命结束，当他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事情，但他好像不眨眼的就做出这么决定，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像没有活出来。而且刚刚他说他出来跳舞，在当时女生是不会随便出来跳舞的，而且她的身份可能还是一个公主。当时的舞者跟现在不一样，在当时的舞者是一个比较低贱的一个职业，所以他如果既然是身为一个希律王，姑且不说他的女儿好了，是他的侄女好了，他也不应该出来跳舞的，但他却出来了，而且他妈妈叫他出来跳舞。所以你看到这个很纷杂的家庭关系，甚至是很错误的榜样，让不仅是这个约翰被杀了，施洗约翰被杀死了，更是毁坏了这个女孩她生命的，更是毁坏了这个女孩她未来人生的道路。这个故事的悲剧不是说施洗约翰殉道了，更悲惨的是这个女孩的未来也死掉了。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虽然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故事，但也一起让我们思考，我们身为父母，身为阿公阿嬷，身为长辈，甚至你说我没有孩子，但是你身旁的家族一定也会有孩子，一定会有孩子。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榜样？我们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典范，让这个世代、下一个世代的孩子看见，他们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第一个要分享的是，我们的榜样会影响孩子的心态。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榜样会影响了这些孩子的心态。刚的经文说，约翰屡次指责这个希律王，说你占了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对的，所以希罗底对约翰怀恨在心，想要杀他，可是不能如愿。约翰是个很有良心良知，跟希律王说你这样不对，但是却造成旁边这个希罗底怀恨在心，他内心的苦毒就存在，内心的埋怨就在了。其实说到底，他是做错的那个人，他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却认为这个约翰怎么讲真话？约翰怎么可以破坏我跟希律的关系？约翰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参与我们家庭的关系？所以你看经文他说他想要杀他，怀恨在心。那个怀恨、想杀，在整个希腊圣经的原文当中，他是一直不停的想要杀，一直不停的埋怨，一直不停的怀恨在心。所以当希罗底知道说，这个约翰最近在跟这个希律讲这些事情，他就一直内心就产生一件事情：我要除掉约翰。我对约翰有愤怒，我对这个约翰我就是不喜欢他。所以他的内心就是充满这件事情，他的内心就是充满了这些怨恨、苦毒。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经文，你就会看到那个女孩去问那个妈妈说什么？那我要拿什么礼物？妈妈就说我要施洗者约翰的头。女孩就马上跑过来说，把施洗者约翰杀掉，然后把这个头放在盘子里面。你接着看这个经文25节，在这个经文当中1节而已就出现了2次的立刻。女孩立刻去找母亲，找王，然后跟王说：“你立刻把施洗约翰拿来。”你可以看到这一对的母女，她们多么急迫的想要杀掉约翰。这对母女，她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希罗底身为一个母亲，她身为一个母亲，她带给她的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跟生命教育？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件事情。希罗底她是一个妈妈，但是你从她跟她的孩子的对话，甚至她孩子的反应，这个妈妈给了这个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给了这个孩子什么样的生命教育，以至于这个女孩萨罗米，她就算听到了说把头拿来，她也顺从。
假设如果有一天我父亲说，我爸说要给我一个礼物，我说要一个礼物哈，然后我就跑去问我妈说，妈，我要什么礼物？然后我妈说去把那个人头拿来，然后我说好，没有问题。不大合理啊，对不对？当我们听到说把一个人头拿来，你就会想，不对啊，我为什么要伤害一个人的生命？正常的想法是这样，为什么要伤害一个人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剥夺那个人的生命？但你看这个撒罗米，完全想都没想，他不觉得这是错的，他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他的家庭当中，在价值当中，在他的观念当中，他认为埋怨别人、不尊重别人、伤害别人，都是没有问题的。而这是他的妈妈希罗底带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自于许多对于我们家庭的一些影响，甚至是家庭的一些要求，让这个孩子反而没有办法去肩负他该有的责任和做出决定，甚至看不出什么才是真实的。这个妈妈教导这个孩子说：“你就是要埋怨，你就是要恨这个人，你就是要讨厌这个人。”你只要不想要，你就是要除掉。这个妈妈的要求跟带给她的影响，让这个女孩她没有办法负责任啊。她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她也没办法自己做决定，还回去问妈妈。她甚至也看不清什么才是真的，在她的生命当中，她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家庭，或是我们身为人的父母长辈，我们对于儿女的影响是一辈子的。有好的见证、好的正确的信仰的教导，我们才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刚一开始其实说，这个故事不是只有约翰死掉了，其实认真看这个故事，这个撒罗米也死了，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了。他就在这样子的混乱当中，在这样的非常糟糕的内心当中，就去过他的生活。当然我们会很期待，有时候我们很期待用我们想要的方式去带领我们的孩子，用我们很期待的方式，希望我的小孩可以照某些方式长大。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孩子，甚至这些孩童，不会按照我们想要的长大。有时候我们期待说他以后可以出人头地，他以后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社会地位，他可以赚非常多的钱，他可以拥有很多的事物。我们希望他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拥有许许多多他想要的事情。但我们要知道，孩子其实不会按照父母想要的长大。我们虽然希望他这样，但有时候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但是孩子会按照父母的模样来长大。虽然我们有期待，希望他以后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工作，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要表现得如何，但是更实际的，孩子长大会按着我们当父母的、成为长辈人的模样来长大。所以你看到在希罗底的生命当中，他这样子带领他的孩子，他这样子影响他的孩子，以至于他的孩子照他的模样来长大。一位已经已故的一个美国教育学家，他是社会学家，他有一本书叫做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 就是用中文简单翻译就是孩子他们学习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学习长大。OK， 那当中里面有一首诗，里面有一首这个教育学家写的一首诗哈，然后原本是英文，那我有稍稍看了一下，他说。这个批评中长大的孩子，长大就学习定罪别人；在敌意当中这个环境长大的孩子，他就好与人相争；在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时常忧虑；在遗憾当中长大的孩子，学会自爱自怜；在嘲笑当中长大的孩子，他的个性羞怯；在嫉妒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嫉妒别人；在羞耻中长大的孩子，自卑、羞愧。时常有罪疚感，但是他接着说，在鼓励当中长大的孩子充满自信，在宽容当中长大的孩子，他学习耐心，在称赞中、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他懂得如何去欣赏，在接纳当中长大的孩子，他懂得如何去爱人、爱身旁的事物，在认可中长大的孩子，他懂得如何
喜欢自己，在肯定当中长大的孩子，他知道他清楚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在分享当中长大的孩子，他慷慨大方；在诚实当中长大的孩子，他正直而且真诚；在公平当中长大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叫做正义；在恩慈而体贴中长大的孩子，他懂得去尊重别人；在有安全感当中长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对别人也会充满信任；在友善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友善的地方。你从前面当中看，他说了非常多一些比较相对负面的事情，但你看到那个负面的环境、那个负面的结果，就最后影响到他长大会成为一个更加的负面，甚至是更不好的一个生命的境况。但相反过来，当他是生活在一个鼓励、称赞、被接纳、愿意分享、被肯定，在诚实、在恩慈、在安全感、在友善当中长大的，他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态度，他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生命的样式。所以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同箴言第20章第7节，他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都在看我们怎么做，都在看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身旁的每一件事情，也回应他们的生命。箴言告诉我们，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的选择也会塑造了孩子的未来。我们的选择也会塑造了孩子的未来。接着我们看那个经文，他就说，王听见了这个请求，他非常的苦恼。可是他已经在宾客面前发誓，不愿意拒绝女孩子的请求。于是侍卫就出去到监狱里，把约翰的头斩下，放在盘子里，带回去给希罗底的女儿。女儿拿去交给母亲。你看希律王其实蛮苦恼的，当他面对这个孩子所提出来的要求，他内心也是有苦恼的。但是你看到他的苦恼最大的根源是什么？他最大的根源是他在宾客面前起誓了，他对这个女孩已经说出来了，所以他拉不下脸，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所说的。纵使他已经看到这个孩子有一些状况了，看到这个女孩她的价值有出现一些错乱了，但他仍然拉不下自己的面子。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就把这个头拿去给他的妈妈，这个悲剧、这个惨剧就发生了。当然，我们刚刚说希律王他其实不讨厌约翰的，他喜欢听约翰讲真理，但是他现在碍于面子的缘故，他现在碍于他自己生命的状况，所以他不愿意去改变这个决定。他因为自己面子缘故，他已经说出去了嘛，啊，你别香蜜龙火力，你要什么都给你，一半我也给你，没有问题。但是碍于他自己的面子，碍于他所说的话，他以至于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以至于他面对这个生命，他也没有办法。你看见希律虽然答应了这个女孩子的要求，他最后把那个头拿去给他妈妈的时候，这个错误的爱也让这个女孩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她可以随意的看清生命，她可以予取予求。反正我说什么，这个希律，这个当爸爸他都会答应。纵使是在更糟糕的要求，他也会答应。所以这个很错误的爱，甚至说是很粗糙的一种爱，让这个女孩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随便我就践踏生命，看清生命啊，反正我想要就拿到了。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你就看到，刚再次看说，这个王他是非常苦恼的。刚说他的苦恼除了来自于他的面子的问题，其实他也对这个孩子也是同样也有非常大的苦恼。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他说这个现代中译本他说非常苦恼。如果你看和合本，他是说王就甚忧愁。那台语版的呢，他是说这里王的心非常艰苦。但是不论是苦恼、忧愁、艰苦，在原本的意思都是痛心啊。希律王对于这件发生的事情，他非常的痛心啊，他非常的痛心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刚说同样，希律的痛心在于他的面子，也因为他面子的缘故，让他逃避了他对这个孩子应该有的责任。
他如果是一个真的是要帮助这个孩子，带领他走上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这时候应该放下他的面子才对，应该放下他的坚持才对，应该放下他所认为成功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如果我不信守承诺，那我在这些宾客面前，我绝对抬不起头，因为我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守承诺，不是一个很有信实的人。但是希律这时候他却爱着面子，他逃避了对这个孩子原本该有的责任。因着他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他逃避了他对这个孩子应该要帮助他的，而也因为希律的放纵，他痛心在于我放纵了，所以这个孩子怎么说出这样的答案？如果希律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他当他在聆听约翰的话语，希律喜欢听约翰的话语，如果这个希罗底的女儿也在旁边一起听的话，如果约翰不是那么放纵他的行为，不是那么放纵他的想法的话，那我想这个孩子当下的回答可能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希律王的痛心在于，我逃避了我对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该有的责任，因为我放纵了这个孩子，我把我的眼光放错了地方，以至于这个孩子最后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决定。如果我们在陪伴对待这些孩子，我们只是用物质的方式来取代或者是交换真实的关系，那这会使得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办法建立出有关怀、同理、怜悯、分享的心，甚至他们也不会尊重生命，甚至也不会敬畏上帝。如果我们在带领这些孩子，我们在带领他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只是把眼光放在物质而已，只是放在成功而已，只是放在某些可以看得到的事情来交换我们跟他的关系，或者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他生命的一个品格，那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让这些孩子们去建立什么叫做去关心别人，什么叫做我可以去分享，我怎么样可以去同理别人，我怎么样可以去怜悯别人，我怎么样可以尊重身旁的人事物，甚至是非常敬畏我们的这一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用信仰来建立他的关系？还是我们都只是看到眼前的而已？觉得我用这个小小的物质来，用小小的方式来建立他，建立我跟他的关系，建立他长远的关系。若是这样，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在诗篇第127篇第3到第4节这么说，他说：“儿女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人在年轻时所生的儿子，就像战士手中的箭。一个弓箭要有功用，代表它一定要射出去。如果那个弓箭放在你的口袋里面，那个弓箭只是一个装饰品，那个弓箭没有办法发挥出它的效用。上主赏赐儿女，赏赐孩童在我们的四周围，他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分。但是这个还如同弓箭一样，箭就必须要被射出去，而箭要被射出去是要射向那个远的目标、清楚的目标。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界放在那个很快取得的、很短暂的，在那个物质当中的目标，那很可惜，它永远怎么射，或你怎么射，永远都射不到那个真正最远的目标，因为太多你要的东西了，太多你想要追求的事物了，太多你觉得可以建立在那个短期当中想要得到的。有时候我可能刚好骑车会经过我们附近复兴国中、复兴国小，可能要去运动或者是路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复兴国小、国中很多补习班、很多安亲班。现在9月刚开学，我就看到有几间安亲班外面挂了那个红布条 ，OK， 招生的广告很多。但我看到有几间的安亲班外面挂了小一早鸟先修班。他写小一早鸟先修班，而且字还写得很大。会有写，代表有这样的需要，代表有这样的期待。我的意思不是说就都
都不读书，然后都不努力，然后就什么事都不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我们好像很期待说，我在这个阶段我就一定要赢，我在这个阶段我一定要得到什么，我在这个阶段我就一定要建立些什么。其实，一个孩子的生命是要慢慢被建立，慢慢被建立，慢慢被建立，直到那个最远的目标可以达成的。如果我们眼界一直放在前面那个短暂的物质的，一直放在前面，我们感觉好像很多可以让他选择的，那会非常的可惜。一个黎巴嫩的一个这个诗人纪伯伦，这个诗人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诗集叫做《先知》。那这篇诗集里面，其中有一个短篇的诗叫做《论儿女》。那这个诗集可能有一些人看过，因为这个诗集的第一句非常的有名。第一句的这个诗句的第一行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当然我不知道说前面这段，而是我要说这个诗集这一篇的诗篇最后面，这个诗人他说你是那弓，孩子是从你的弓上射出的活的箭。那弓箭手在无限中看见的目标，以他的大能，神的大能，将你弯成的弓。好让他的箭射得又远又快又远，让你在大能者的手中弯成喜乐弓。因他怎样爱那飞出去的箭，也怎样爱那坚固的弓。上帝将孩子放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箭，但是那个箭不是只有在箭袋里面，成为那个弓箭手，射出去清楚，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目标。父母的责任、长辈的责任，我们身旁有孩子，是让我们帮助孩子可以到正确的方向射出，也只是看向那个更遥远、清楚的目标。一个人的生活、言行、品格，不是一个人成就可以定义的，而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品格，他所活出来信仰生命的态度。所以我们当然都期待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很期待，就是我们会把最好的给孩子，这是一定的。我们今天会想尽办法把最好的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最重要的这份最宝贵的礼物还是我们的信仰。我想我们不只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各方面都蒙神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要先学习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不仅承担孩子教养的责任，也承担孩子属灵的责任，让孩子可以在真理当中成长。我想，如果回过头，那个希律他真的是很听见约翰的话，他如果真的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真的是一个愿意在真理当中而行的人，我想希罗底他的女儿撒罗米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甚至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当中。所以我想，我们不只期待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他各方面都很棒，都得着祝福，但我们也更期待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箴言第14章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而那个避难所就是我们的神。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生命的典范要由我们每一个人来建立，生命的典范由我们每一个人来建立。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为了保护我们。我想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同样会爱他们，我们也同样想要保护他们。一个好的牧人会因着他可以保护，或者是可以照顾好一大群的羊，他可以感到非常满足。但是这必须要付上代价，要把一大群羊照顾好，要把一大群的羊看顾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像陪伴一个孩子长大，从他一出生到他真的可以成人了，到出社会了，成家立业了，其实要花很长很长的过程。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要陪伴，要教养这些孩子，不是容易的事。但不论我们现在的生命的阶段旁边是否有这些孩童，或者有这些孩子在，都愿我们可以谦卑，很学习委身在神面前学习智慧。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属灵父母，来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有机会走在正路当中。最后，我分享一个在1993年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曾说，长期来看，决定一个社会能不能繁荣富庶，不是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英明的领袖，或者是有先进的科技。
历史上的赢家，往往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大多数人有好的世界观。用我们在信仰角度来看，也可以讲成是长期来看，决定一个人他生命是否丰盛，那个人的生命是否有成就，不在于他有爬上多高的地位，他拥有多少的东西，而是他生命当中的得胜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念，对于他的价值的观念，对于信仰的观念是正确的，他才会是生命的得胜者。所以，在箴言22章第6节，我们很熟的一个经文，告诉我们：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身不忘。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当你教导了一个孩子，你引导了一个孩子，他会从他年幼的时候，一直到他年老，到他最后生命要结束的终点，都是可以领受到这份宝贵的恩典。教导儿童，教导身旁的孩童，走在上帝的正路当中，让他从小到年轻，到出社会，到他老，都不忘记这份宝贵的恩典。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身为家长、身为父母、身为阿公阿嬷的，愿神大大的赐福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美好的赐福，让我们可以陪伴我们的孩子，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们可以学习。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要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坐着唱就好。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我的家要荣耀主》。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建立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必赐福必恩宠，赏赐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得胜。主必赐福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们再次从头来唱。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建立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活出基督的生命，充满感恩的声音。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主，必赐福必恩宠，赏赐健康喜乐。哈利路亚，天天得胜。主必赐福必保守，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们来一起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主日学的孩子，也为了主日学的老师来祷告，求神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信仰的学习、信仰的道路当中，满有神的保守，也特别赐福这些主日学老师，使他们每一次服事都充满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康。在我们先一起开口祷告，在这一段的公祷后，我们邀请这个博旭同学来带我们做这段公祷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第一件事情，为这件事情祷告。谢谢。
我们来为主日学真牧师以及主日学老师同工代祷，求主掌权在牧者老师同工身上，使用他们教导帮助儿童能更像你。求神赐小孩智慧、品格和爱，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圣灵所赐的喜乐，并乐于行公义、好怜悯。求主赐予孩子有洁净的心，并在言行上能够良善、慷慨，乐于分享，愿意以爱心与良善待人。感谢天父赐予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主日学，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爱中聚会学习。恳求神恩待每一位孩子，赐给我们渴慕真理的心，能在课堂上专心学习。求神也祝福每一位老师和同工，赐智慧、爱心和耐心，能以神的爱教导孩子，引领我们成长。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主日学的肢体，身心都能健壮，连结主的爱中。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接着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来祷告。特别如果你是身为父母，你身为阿公阿嬷，你也向神求智慧，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教养孩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富强教会的家庭，特别有孩子在我们家族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求神带领，求神帮助，让每一个孩子在我们的陪伴之下，真的是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每一个家庭，特别一起阿公阿嬷，一起爸爸妈妈，特别向神求智慧，求神带领你，让你更有智慧、更聪明的知道如何陪伴这些孩子。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我们教会的家庭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在我们的当中，主感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个时刻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主感谢你是这样的，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主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谢谢。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感谢你带领这群孩子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平安，也成为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为了这些孩子献上祷告，我们更要为每一个家庭献上祷告，为了每一个做父母的、做阿公阿嬷的来祷告。主啊，求你带领他们，让他们在教养孩童的过程，会有困难，会有挑战，会有艰辛的时刻，但主你都知道。愿主你的平安跟喜乐每天就赏赐在这些做父母的、做长辈人的身上，让他们晓得如何用爱心、用耐心、又从神而来的智慧来陪伴这些孩子成长，好使这些孩子可以走在你所喜悦的正路当中，让他们一生到老都不忘记这份宝贵的恩典。主啊，求你赐福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不论从老到小，每一个家庭也都要一起来宣告说：我们的家要来荣耀主，我们的家要来赞美你，我们的家要来敬拜你，我们的家要向你呼求来祷告。愿神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愿神你再次赐福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带领他们，让这群孩子在这个世代当中继续发光发热，为你做光做盐，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见证，请主日学学生李承瑞同学分享生命见证。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承瑞。今天我要来分享认识主之后的改变。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主日学，一开始我觉得很无聊，不想再去了。但去了几次之后，我渐渐发现其实也蛮有趣的。
有很多主日学老师、同学陪伴我，陪我们唱诗歌、听圣经故事，还教我们许多建立好品格的方法。在主日学，我也交到许多朋友，渐渐感觉到教会参加主日学是件开心的事，这也成为我每周日必做的事。即便有时候因为外出，爸爸妈妈也会透过线上主日学的方式，让我和妹妹一起祷告、听圣经故事跟唱诗歌。小时候我十分胆小，有时候看了恐怖的故事书，就会胡思乱想，心中就会有怕鬼的念头，连带的是会害怕自己独自在黑暗之中。但认识上帝之后，每次心中有恐惧或害怕的时候，只要跟上帝祷告，我的心里就会慢慢忘掉恐惧。每次遇到不开心或是不顺利的事情，我也会跟上帝祷告，我的内心就会比较舒服。有一次参加学校运动会60公尺的比赛，在比赛之前我非常紧张，我决定向上帝祷告，希望他能帮助我克服心中的恐惧。祷告完之后，我就保持开心的心情去比赛，全神贯注地向前奔跑，最后也成功拿下第1名，感谢主。还有一次我去参加演说比赛，我紧张到比赛前1天晚上都睡不着，一直在思考要怎么讲比较好，所以我向上帝祷告，请他帮忙。这时候我心中仿佛听到上帝在提醒我，叫我别担心，我的心情就没有那么紧张，也可以安稳地入睡。虽然最后比赛没有得名，但是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出错，表现也比预期的好，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上帝一直陪伴我，给我力量。最后特别感谢上帝赐给我喜欢跟别人互动的个性，也带给我许多帮助，让我可以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我真的好喜欢上帝，能认识这位主真好。谢谢大家。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会众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
会众请坐。报告，请主日学校长和学生上台报告。报告前，请先看主日学影片。谢谢大家平安。好，我们也很感谢每一位为我们主日学学生还有老师代祷的兄姐们，因为有你们的祷告，才能够拖住现今变化快速、诱惑特别多和更加强调看重自我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因此，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我们不仅只是看表象的样貌，用哪种方式或教材来决定，而是很需要来自于神的意象，带领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的教导，然后走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今年的8月开始，教会小会纳入主日学的学生们加入申请奖助学金，这是教会看重儿童合场的心意。由于是第一次，事前需要许多的思考跟准备，于是直到上周的主日，我们才正式的将背诵经文本跟箴言的抄写本发给所有出席的学生。相信很多家长您都已经收到和看到。如果您上周是没有来的，我们将在下个礼拜9月28号这个主日，我们会回到地下室再进行补发。那站在主日学的立场，我们都很希望所有的学生能够审核通过，而且申请奖助学金，因为今天就颁提摩太以上的奖助学金。那心中我们更是期盼我们的学生对于这个跟着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来到主日学的信仰，是能够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里面变成他自己的信仰，从愿意认识神到渴慕亲近神，甚或是我们的学生如果更是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说流利的台语，我也需要学习。好，由于每个学生每一周来主日学只有短短的1个半小时，主日学每个老师都期盼能够尽心尽力，但是只能在信仰上点状的提供。因此，我们常常安静心思考要怎么去突破。那也深深感受，在这段借着思考审核属灵生活的
办法的这段时间，然后加上以前在教育场域的工作，深深感受到孩子属灵生命的建造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经由每天的家庭生活和孩子相处的这些重要大人，抓住那个时机，然后带领孩子认识神，陪伴孩子一起分享神的美好，透过身教让孩子体会到天父的爱，更是能够仔细的聆听孩子的感受并回应，这等等。相信在这样造就的环境下，神的手必定在您的孩子生命，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动工。在手抄本跟背诵经文本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些陪伴孩子的方法，希望能够有所帮助。也诚挚的邀请家长一起来加入这个重要的行列，真正能够从小建立有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永不动摇的磐石，日后成为神重要的器皿。欢迎家长和我们分享您在陪伴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美好，让我们能够携手成为孩子属灵生命当中的好伙伴。也再次的邀请，如果你家里面有年龄已经满了3岁，然后到11、12岁的学生，如果他还没有进入主日学，欢迎他加入，带他来主日学，因为我们的孩子，您的孩子很需要从小在团契里面能够认识友伴，然后一起长大。在儿童合场的服事里面，在儿童合场的服事是一群比较不会被看见，或者是最容易不小心被遗忘的服事，因此我特别感谢有一群同工同心，然后呢一起默默的在委身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摆上自己的所有伙伴，也诚挚的邀请对儿童事工有感动的、有负担的兄姐，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欢迎你到主日学来聊聊、来了解。最后恳请大家持续的为主日学所有的师生代祷、鼓励跟扶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报告前，我们先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本月金句：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我们再念一次：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请翻开第2页，下周服事同工，请兄姐自行参阅。请看第3页，上周、本周各项聚会讯息，请兄姐自行参阅。请看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1、本会今日举行教育事工主日学主日。2、本会今日召开长职暨首长联席会。3、本会第8期幸福小组幸福福音茶会进入第20程。请为每一个受邀 Best 能不受外物干扰，每次顺利参加，求圣灵动工，打开他们接受福音的心，意为各小组团队福音勇士守望代祷。4、近期重要事工公告。1、世界圣餐主日圣礼点定于10月5日主日举行。2、松年主日与重阳敬老会定于10月19日主日举行。3、临时会员和会长职轮休改选定于11月2日主日举行。5、本会今日颁发2025年下学期奖学金。请看第5页。7、
本会定于下主日9月28日举办篮球联谊赛。8. 本会喜讯，本会曾瑞安弟兄与陈嘉茹姐妹夫妇于9月13日蒙主赏赐第一胎千金，取名真木妍，母女均安。感谢主恩典满满，得上帝美好产业。9. 其他报告事项：1. 主日爱心午餐今日起恢复供餐。2. 下主日9月28日两堂礼拜中举行医治祷告时间。3. 本会周六礼拜定9月27日晚上7点举行。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请兄姐自行参阅。请看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与关怀代祷事项，请兄姐自行参阅。请看第7页、第8页，奉献金额如有出入，请联络财务部。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他们报告的比牧师清楚了哈。我只是要补充一下，我们这个投影片好了，就是刚刚投影片一下，那刚刚这个王武聪牧师的这个本土福音小册哈，我们上个礼拜都卖完了哈。有的弟兄姐妹觉得很有用，想要买，因为有的幸福小组已经他们急着要用，所以我们赶快今天就登记截止了。如果说你还需要几本哈，一套是150块，你赶快在办公室登记，明天就要下定了哈。其他如果还想买，可能也要到公报社或是我们的书局去买哈，这个请大家配合一下。那另外，牧师做一个补充，就是昨天我们有环球圣经公会的吴牧师来这边做培灵哈，他们有带了一些圣经，就是环球圣经公会的心灵圣经非常好哈，就是说平常我们的圣经没有这些资料也比较优惠。所以呢，我们的胡新章长老他把它留在1楼。如果你想去采购这些圣经，还有一些旧约吴牧师吴教授他所写的解释的书，等一下礼拜结束你可以去选购如果结束了，我们就要寄回去了，就有剩的话就寄回去哈。那另外刚刚在做报告的时候，就是有提到。我们爱心午餐，请大家礼拜结束，如果想要一起交谊吃一个简单的午餐今天已经恢复了，请到3楼去哈让大家有一个快乐的聚餐。那另外其他消息还有1、2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先寄来了哈所以今天就可以索取作为我们灵修使用。另外我们的周历手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明年度的教会的周历有公报社有出版，那我们教会要统一来登记这样比较便宜啦哈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在公报在公布栏那边有2个颜色，有2种颜色哈你可以填你要 A 或 B 这样我们在下个礼拜截止了就要订，因为我们要请他们烫金，有一个著名是富强教会的烫金所以下礼拜就截止，欢迎大家来参与哈。那最后我们投影片可能没有呈现，没关系，牧师做一个报告。我们的地下室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弟兄姐妹来帮忙整理，已经大致完成了啦哈。那因为我们的地下室的其中一间厕所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已经可以使用交谊厅那一边的厕所所以目前是大概很多单位都已经开始在使用了哈当然我们这一次我们庆祝
50喜年哈，我们除了硬体的改善，还有很多事工在推动办活动哈。如果大家有关心，可以参与这样的奉献哈。我们有奉献袋，或是有这个年度的奉献袋都可以使用。另外，我们现在在幸福小组很多事工已经在进行当中请大家一起参与如果你可以协助或是带领 base 的来参加哈。最后一个小小的消息就是我们有应该是喜乐小组哈，他们要推动幸福小组，那有一些新的同工要参与，想要做复习，就是幸福小组的复习，要在这个礼拜的9月26号晚上就祷告会完，他们喜乐小组做一个幸福小组事工的复习。如果其他的小组你们也有新同工，他们想要了解，你们就可以到喜乐小组这个小组聚会的地方就是2楼礼拜五8点半左右，在2楼我们要一起做复习的仪式，有同工想要参加的可以自由来参与给你们的小组长报备一下，说你要去上课就是一个复习，大家把一些活动的重点做一点这个来参考来学习让我们推动会更顺利。我们就这样做补充报告，谢谢。颂荣，会众请起立，吟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请真牧师祝祷。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这些孩子同在，带领他们从年幼到年老都不偏离你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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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我们默祷来闭会。现在还有一个奖学金要颁发哈，我们请志启还有金姐，还有在场如果还有同学。
然后今天没有到场的同学哈，那个到办公室去领取奖学金哈。